馬太福音3章2節裏面咁講：天國近了，你們應當悔改。悔改並唔代表我哋本來做錯咗，因為喺上帝嘅眼中，從來冇邊一位唔值得被愛，根本冇對錯，唔存在我哋做錯啲乜嘢嘢就唔愛我哋。咁既然我哋做啲乜嘢，上帝都會愛我哋，咁我哋因咩事要悔改呢？其實悔改與上帝無關，係我哋自己嘅一個選擇。呢一個選擇代表我哋本來處於一個好痛苦嘅狀態，但係我哋選擇唔再咁樣落去，所以悔改其實就係修正道路方向，希望最終我哋可以步向快樂。因此，上帝其實會透過各種各樣嘅方式同我哋說話，話俾我哋聽點樣做先至能夠活出更加豐盛嘅生命，點樣做先至能夠快樂。耶穌說：你們要進窄門，因為通往滅亡的門寬，路闊，進去的人也多，但通向永生的門少，路窄，找到的人也少。所以其實悔改並唔容易，悔改係需要決心同埋勇氣。以決心同埋勇氣嚟做啲咩呢？做一個選擇，選擇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有愛，相信自己被愛，並且相信自己有能力愛其他人。愛自己嘅人自然有能力愛其他人，愛自己嘅人自然唔會傷害自己，而相信自己有能力愛其他人嘅人，自然亦都唔會傷害別人。今日其實我哋社會發生住種種互相傷害嘅事情，咁當然係令人痛心嘅。但係你今日嘅選擇又係啲咩呢？係選擇誠實咁面對自己，愛自己，定係選擇逃避自己，逃避人群，逃避保護自己呢？希望你哋都快樂，祝福你哋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